港人北上新地標嚟啦！如果最近咧你哋放假嚟到深圳玩，但又唔知去邊個咧，今日咧我哋探索一個喺深圳羅湖嘅地標商場啦。佢哋最近仲有港人4重禮嘅優惠添，而且交通非常之方便啊！喺羅湖口岸過關咧，坐1號線3個站就到啦。Go！呢個商場咧就非常之大嘅，咁我上網 search 過啦，呢度咧有成200幾間國際啊、國內嘅一啲知名嘅時尚品牌啦，還有50多家美食。關鍵係咧呢個商圈咧實在對香港人太友善啦，竟然準備咗港人專屬嘅福利禮包啊！呢一個打卡禮咧，只要你有回鄉證、關注 KK Mall 嘅小紅書或者公眾號咧，就可以攞到噶啦。如果消費滿388蚊咧，仲可以憑小票領取單柄嘅髮廊鍋。喺小紅書晒圖互動嘅話咧，仲可以有歌子軒50蚊冇門檻嘅現金券啊！最後港人到相關嘅餐廳咧，仲可以額外獲得小食或者飲品一份。嚟都嚟咗啦，點可以唔食啲嘢啊？呢度有間回轉壽司，好耐冇食啦，我哋快啲去食下先。大吃一口，芝士同鰻魚真係好夾。好滑溜嘅感覺啊！呢度咧就係一個美食廣場嚟嘅，就集合咗好多唔同地方唔同嘅美食喺呢度嘅。愉悅村咧就係新派嘅川菜，亦都係深圳嘅代表。大家嚟到咧，不妨要去試下。食飽啦，但係而家出邊咧天氣真係好熱啊！你叫我轉場出去玩嘅話咧，我就頂唔順啦。不過好彩呢個商場咧吃喝玩樂一應俱全，呢度咧仲可以做埋美甲啊、美睫啊或者美髮都得添。提前喺網上咧就做咗攻略啦 ，InStyle 啦、指點世家啦，呢2家店咧都喺深圳好多分店嘅。整完咧仲可以靚靚咁行家居店。行咗一圈啦，我想講咧 KK Mall 咧真係港人假期北上嘅好去處啊！佢呢度咧唔單止交通方便啦，配套嘅設施又夠齊備喎，最後仲有小禮物攞添啊！你哋假期又會想嚟深圳邊個商場呢？不如嚟呢度試下。